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西方唯史论。这个联合早报昨天刊登了一篇报道，叫中国互联网上的西方唯史论没落了。什么叫西方唯史论呢？也就是有一批人他们主张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等西方文明以及近现代西方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领域的突破都是西方人伪造的，或者剽窃自中国。我想大家在网上经常上网会遇到这些西方唯史论。前不久这个微博当然其他平台我没看我主要看微博，上面把很多涉及到西方唯史论的这些账号全部给它禁言、消号，还有封号。所以这个联合早报它刊登这篇文章叫《中国互联网上的西方唯史论没落了》。文章说郑和早就发现了美洲，亚里士多德根本不存在，欧洲工业革命是永乐大典的功劳。这些猎奇的西方唯史观点近几年活跃于中国社交媒体，但过去几天这些观点连同发布账号集体神隐了。西方唯史论代表人物之一，已从浙江大学退休的艺术史教授黄河清6月21日在微博发文称，昆宇继胜、朱克远等博主账号在多个社交平台一夜间被无故封号，并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这些账号长期挥舞着西方唯史论的大旗，活跃于社交平台，如今都因违反相关规定被关停，发布的内容均被屏蔽。据悉，这波封禁潮集中在6月17日左右。西方唯史论这种理论可追溯到俄罗斯数学家福缅科出版的《新编年史》。在中国这一思潮的则始于学者何欣2013年出版的《希腊唯史考》，其中就质疑了古希腊文明的真实性。从那时起西方唯史派逐渐在中文互联网吸引了一批粉丝，原本属于学术边缘的小众观点也开始在网络上活跃起来，一步步闯入主流世界。2021年，时任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学院教授黄河清在一场直播讲座中宣称，巴特农神庙和金字塔都是后人伪造的，并认为古埃及是法国人在1890年之后新建的。他还认为文艺复兴运动是19世纪西方历史学家虚构出来的骗局。与众多唯史论爱好者不同，黄河清的资历亮眼，不仅曾在法国接受西方史训练，还曾在中国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任教。正因如此，他的大胆理论在学界内外引起强烈的关注。在南方周末2024年6月刊登的专访中，黄河清出豪言，西方历史造假的事实瞒不住了，西方唯史必然崩溃，快一点5年之内，慢一点10年之内必然崩溃。他还声称整个人类文明史将被重写，真相是中国才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但报道发出后黄河清却指责该报未经他本人审阅就擅自刊出，导致其中的出现不少口误和表达不当之处。其实黄河清并不是唯一一位公开支持西方唯史论的高校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陈志新2024年在线上课程中声称，中国学术界普遍认同古希腊、古罗马根本不存在，是西方杜撰出的伪史。西方真正的文明应从文艺复兴算起，而文艺复兴的西方著名人物都膜拜中国辉煌悠久的历史。这些暴论在网上很有市场。这个联合早报说从冷门到出圈，唯史论如何在网上走红？西方唯史论的观点尽管猎奇，却得以在中国互联网世界占据一席之地。不少中国网民反映，宣扬这类观点的视频在 B 站和抖音上平台上颇具规模，平台也时常推荐诸如上古华夏文明其实就是古埃及文明的视频。一位在中国高校研究西方古典哲学的副教授对南华早报说对于真正钻研古代哲学和历史的人来说，
西方唯史论根本不具说服力，在学术界这类说法更多被当作笑谈，但在大众层面却意外的有市场。他坦言如今网络上甚至身边不少人开始相信这类观点，他不得不时常出面解释其荒谬之处，有时甚至感觉自己在为整个学科证明。这位副教授认为这类现象本质上是现代社会的副产品。为什么呢？说一场讲解亚里士多德原著的学术讲座可能少有人点开，但如果你说亚里士多德著作根本不存在，反而更容易在网上火起来。他还指出民族主义情绪的浪潮也是这类思潮得以流行的重要推力。早在2009年，一篇研究唯史论的网络传播现象论文就指出，大众普遍偏好戏剧性强、情感共鸣高的历史叙事，尤其那些能强化身份认同的版本。文章认为，正是这类叙事迎合了民族情绪，并在新媒体的扩散力下得以迅速占据一席之地。黄河清也坦言，西方唯史派早期的处境非常艰难，但自2023年起，整个社会的氛围变了。他不仅出版了2本新书，还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短视频，专攻年轻受众。他认为中国年轻人不再崇拜西方，更容易接受这套理论。尽管唯史派的声量不小，但许多年轻学者并不担心会影响严肃的学术研究。一名在复旦大学专攻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生说虽然他平时不太关注这类历史阴谋论，但他认为学者有责任阻止错误观点的传播。他指出这些关于古代文明的争议，学界早已讨论多年，并已有大量研究成果证实其真实性。但是这些学术成果并没有有效触及大众，才让唯史派人士有了钻空子的机会。中国前媒体人胡锡进也曾表态称，认为学者应跟西方文明是从永乐大典抄来的等类似论调保持距离，并呼吁网络大 V 不要借民族文化自信之名推波助澜。不过澎湃新闻2021年刊发的评论文章认为，唯史派在中国兴起反映的不是文化自信，而恰恰是近代文化自卑现象不断延续的体现。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建立在对基本历史史实正确的认知和捍卫上。来自中国官方的打脸说，如今随着多个宣扬西方唯史论的账号被集体封禁，这场颇具声势的传教运动似乎正遭遇阻力。黄河清将此归因于西方唯史的卫道士们有预谋、有组织的统一行动，并非官方行为。这一说法尚无确凿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官方至今并未公开支持西方唯史论，甚至似乎还时不时打脸这种说法。去年11月，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的279件文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涵盖陶器、壁画与雕塑等。由此看来，中国官方并不认为这些文物是近现代西方人伪造的，否则也不会登上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样的大雅之堂。只是普通民众仍应有质疑主流历史叙述的权利，就如西方国家不曾动用国家机器封禁反思自身历史叙述的讨论，但部分人士挟着民族主义情绪，通过反制言论将中国文化神化乃至捧杀，恐怕才是让官方不得不加以警惕的原因。这个联合早报的关于这个互联网上西方唯史论没落，也就是几个主流账号被禁言封号，怀疑是官方出手，官方有指示。但是也有网友说这些账号被封理由是被举报，也有人举报这个似乎这个封这些西方唯史论的这些账号不是官方统一行动这个但是这个具体什么原因咱也不知道。我来聊一聊这个西方唯史论我对西方唯史论最早了解是那个何欣，大家知道吧？何欣他很久以前就在微博上动不动就发一个古希腊什么古罗马那历史都是伪造的，说的有理有据但是我对他这个我不是很感兴趣，因为这个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呢，恐怕都知道这个站不住脚。但是何欣他是个学者吧，他说的就是有理有据的，你要把他驳倒的话，那你得仔细去研究，咱们又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所以基本上我对这个西方唯史论我基本上都是略过，我都不看。也就是大家也知道，我做自媒体做了快4年了，我很少谈什么西方唯史论，从来不谈也不聊，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价值，不
值得花时间。受过9年制义务教育的，恐怕都知道这个所谓的西方唯史论啊是怎么回事。质疑这个古希腊文明的啊，因为人家是从学术上面，对吧，进行质疑。比如说啊，这个他认为这个古希腊呀，它这个经济条件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物质条件啊，那古希腊这个地方啊，农作物、粮食产量都不高，根本就养不起那么多人，所以这个古希腊恐怕就是伪造的。那你说作为一个普通的网友啊，你不是做这方面专业的，你说你去研究古希腊历史，古希腊这个历史上这个粮食产量，它怎么解决人口，对吧？这个吃饭问题，这根本就没这必要啊。正好啊，这个中山大学历史学家肖玉，他详细的解释了一下啊，这古希腊人是怎么养活自己的，恰恰说明古希腊人是通过商业文明，对吧？培育了商业文明啊，来解决他们的这个吃饭问题。大家看视频啊。居然有人质疑咱们国家教育部主编的中学和大学历史课本上所提到的希腊文明是假的，那么这些人可真算是9漏鱼了，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对于9漏鱼无话可说，但是某些全国排名前5的985高校的人文学科的所谓学者也出来著书立说，说希腊是不存在的，罗马是不存在的，他们这就是别有用心了。这帮人被称为西方唯史论者。西方唯史论的大部分奇谈怪论都不值一驳，但正好有一个点啊，我在我的专著当中涉及到过，那么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西方唯史论者质疑希腊文明不存在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说，希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不出大规模的农业，根本没有办法养活那么多人，所以已经没有资源支撑起庞大的帝国。那么今天我就想讲一讲古代希腊人是如何养活自己的。古希腊确实没有大河灌溉，丘陵也高低起伏，气候会引起周期性的欠收，粮食的确无法做到自给自足。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圣托里尼岛曾经连续7年干旱，岛上几乎寸草不生。但人又要吃饭啊，那怎么办呢？就只能通过交换了。古希腊发展出商业文明都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们连吃饭这个最根本的问题都需要靠商业来解决。古希腊人主要种植3种农作物：葡萄、橄榄和谷物。既然谷物没有办法做到自给自足，那就需要用葡萄和橄榄去交换。葡萄和橄榄本身不仅可以卖出好价钱，而且还可以加工成价钱更高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古代希腊的奥运会获得冠军是没有金牌可领的，但他们可以得到1瓦罐的橄榄油。由此可见橄榄油在当时有多贵。那么古希腊人到哪里去购买粮食呢？希腊虽然不是产粮区，但它紧挨着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粮仓啊，那不就是今天的乌克兰大平原吗？咱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南俄草原。那里有着全世界最肥沃的黑土地。公元前6到4世纪的时候，在黑海北部克什海峡附近的塔曼半岛上就出现了一些希腊人所建立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后来发展成为了重要的商业中心和繁荣的社区。古希腊人在这里从事各种贸易，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把南俄草原上的谷物销往古希腊。统治南俄草原的一开始是金麦里人，随后是斯基泰人。斯基泰人牢牢地把控着通往南方的所有交通要道，这些交通要道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站。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基泰人在黑海北岸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几乎统一了所有的斯基泰部落。斯基泰王国的首都位于第聂伯河下游地区，在那里至今仍保留有完好的斯基泰国王的陵墓。而当时的斯拉夫人，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成了这个王国的臣民。斯基泰人原先是游牧族群，但是他们也从斯拉夫人那里学来了很多农耕经验，逐渐从游牧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希腊人经常跟这些人打交道，所以在希腊文献当中称这些人为斯基泰农夫。俄罗斯在黑海北岸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公元前6到4世纪古希腊的文物，这些在东宫埃尔米达尔博物馆还有其他一些俄罗斯博物馆当中经常看得到，都属于大俄的国宝。这充分证明了希腊人和斯基泰人之间有频繁的交易。古代希腊人把他们的葡萄酒、橄榄油还有各种手工业制品运往黑海北岸，然后从这里运回他们所需要的农产品，面包、蜂蜡、蜂蜜、毛皮，这些都是斯基泰人和斯拉夫人提供给周边地区的主要产品。古希腊三面环海，做买卖主要依靠海上运输，为了保证海上的交通安全，这就必须要发展海军。还有就是葡萄酒和橄榄油需要容器承载，所以一连串的陶器、造船、金属冶炼和兵器制造等手工业都发展起来了。古希腊的农业也呈现出鲜明的商业化的特点，
由于是以物易物，效率低下，古希腊人还从小亚细亚人那里学会了铸造货币的技术。在此基础上，古希腊还发展出了西方最早的货币兑换业务和银行业务。现代西方商业文明中所有的元素在古希腊都能够找到雏形，这些都太了不起了。关于古代希腊文明的发展进程，推荐大家阅读李云老师所著《西方史纲》，岳麓书社2020年出版。关于古希腊人和斯基泰人与斯拉夫人在南河草原从事贸易活动的内容，推荐大家阅读肖宇老师所著《基辅罗斯：东斯拉夫文明的起源》，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找这些书啊、资料去看。这个西方唯史论啊，如果把它扩大一下，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叫反制宣传呢。类似的反制宣传有很多啊，不光是西方唯史论，比如说吧，一直都很火的，最近这个一段时间好像没看见了，就是说啊，质疑美国登月是假的，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吗？就是隔一段时间啊，这个话题就出来了，就质疑美国登月是假的，从各个角度。还有什么啊？说什么英国人是陕西人的后代，对吧？这个陕西话和英国那个语言之间啊，还英语啊之间还有某种关联。当然，由于它过于这个娱乐化了啊，所以相信的人很少，但是还有人信。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反制宣传啊。这个《联合早报》也说了啊，为什么现在这种西方唯史论它的这个拥趸那么多呢？就是因为这个自媒体以及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个发展，给了他们机会。从这个西方唯史论的这些传播的人啊，这些支持西方唯史论这些人来说呢，他们未必啊就真的认为是西方的历史是伪造的。但是他这么说有流量呢，因为现在是流量为王，他这么说他能红，他这么说他能有粉丝，所以他就这么说。当今这个社会啊，人说狗咬了人，那没人看呢，谁看？但是如果你起个标题叫人咬了狗，那这个点击量就上去了，就这个道理啊，对吧？你一本正经的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理论，对吧？你一本正经的解释这个西方的这个文明史或者是这个什么哲学史，没人看不下去啊。但是你要说啊，这个西方的这些都是假的，就有很多人感兴趣了。你比如《红楼梦》吧，我们拿《红楼梦》举例子啊。为什么《红楼梦》有索引派，有探议？你要正经的讲《红楼梦》，很多人听不下去，没意思。它跟那个《水浒》啊，跟《西游记》、跟《三国》还不一样，对吧？《水浒》《西游记》那个是在这个茶馆里面，在街头，对吧？可以那个说书，不用看，可以听。《红楼梦》是这个案头文学啊，就是你自己看，你自己在那琢磨研究，所以你讲《红楼梦》看的人很少，不太喜欢。但是你索引派，对吧？探议这个《红楼梦》的这些阴谋、这秘密，那马上就有人看了，大家津津有味的。非说贾宝玉影射的是谁啊？对吧？这个首先是作者就搞不清楚，对吧？这个不是曹雪芹写的啊，这作者是对吧？明朝人。总之各种说法，对吧？然后林黛玉指的是谁啊？林黛玉影射的就是啊袁崇焕是吧？反正我不知道啊，反正他这个索引派，他这样很多人就愿意看呢。他感兴趣啊，津津有味的。所以说你要从正向去解读《红楼梦》，人家不愿意看，太累，里面诗词歌赋的，又是中药的，又是各种建筑，欣赏不了。为什么这个索引派大行其道呢？而且索引派看上去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啊，道理也很简单，他就是索引派就叫先射箭，再画靶子。就是你射中什么地方，他把靶子就画在什么地方，你不就击中了吗？啊，就像这个俄罗斯人呢，对吧？俄罗斯国防部，反正他们发射导弹炸了乌克兰，只要炸中的地方，那都是北约的指挥机关，对吧？都是军事目标，反正炸哪儿就是军事目标。这个就是叫先发射导弹，再指定目标。这个索引派就是这样的啊。现在这个社会啊，都是流量为王。你不管你是学者，对吧？你还是卖货的，还是搞超市的，都得要流量，对吧？为了流量，你看那京东、刘强东，又是送外卖，又是订酒店，对吧？又是跟兄弟们喝酒，都是被逼的啊，没办法。有些学者啊，他正经的研究啊，搞了一辈子的，没人感兴趣。他突然来一个这个唯史论，这叫一朝唯史论呢，天下知。就是文明的形成啊，一定是有它的条件的，对吧？既有它的这个地理条件，又有它的这个气候条件，当然还有一些偶然因素，还有一些外来的交流和融合。所以说，抛开这些啊，这个咱们自己的历史，还有西方的历史、古希腊的历史，抛开这也不说啊，因为这个历史，说实话，我认为是一本糊涂账。我们先抛开这个不说，我们要研究这东西到底要干什么？对吧？我们看历史，我们研究这个什么文明进化，这个希腊历史或者中国历史，你想要干什么？
我们都说以史为鉴，对吧？研究历史啊，它是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手段，它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它要达到的目的是让咱们过上好日子，让老百姓啊过上好日子，让统治者以史为鉴，让我们是不是更加文明，靠近文明，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文明，对吧？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这个目的啊。那现在文明的高地在哪儿？怎么样让自己，对吧？让大家能过上好日子？事实摆在那儿。你像古人，对吧？你像过去找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祖上我比你阔，你祖上比别人阔，你现在不行了，对吧？你就把过去祖上这个再翻起来，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你来证明自己现在是比别人好是吗？按照薇薇老师说的，那个我们啊，大山、大江、大河都是你的，对吧？你富有四海，唯一遗憾的就是你口袋里面可支配的少一点，都在大头那儿，对吧？你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从故纸堆里面，对吧？从那个土里面刨坟，对不对？去找什么依据来证明咱们祖上阔过？你祖上阔过，即便祖上真的阔过，那你现在不行啊。大家按揭贷款还不起，对吧？找不到工作，压力大。你祖上再阔过，你近100年，对吧？你对人类历史有多大的这个贡献？或者近300年？哎，按照那个薇薇老师说的啊，你为什么说300年呢？为什么不能说3000年呢？哎，对吧？你要把它范围扩大，说3000年呢，咱们对人类历史贡献就非常大。哎，这个恐怕就是唯史论的这些人啊，他的目的混淆视线。第二个啊，我倒是觉得这些唯史论的人呢，没有必要封杀他呀。对吧？你把这些唯史论的封杀了，他会出来别的这个反制言论，对吧？这些人一样的会去信呢。反过来说啊，这个唯史论的这些人，他有他的价值啊。什么价值？就是说，你以核心为例吧。如果你能把核心的那观点给驳倒、思辨嘛，对吧？你能把它驳倒，那说明你的这个思维能力也提高了，对吧？你知道他说的都是外力学说，但是你得把它有理有据的把它驳倒啊。所以你把它当做一个对手，当做一个就是锻炼，对吧？当做一个这个思辨对手啊。这没毛病啊，我们过去的历史啊，一次一次的被推翻，一次一次的改写，那不就是后人发现了前面不对吗？我们现在啊，也不能说我们以前的历史都是对的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啊，对吧？孔子到底说过些什么？老子到底是谁？那《道德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那鬼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说得清吗？三星堆能解释吗？所以这些都需要质疑。对吧？咱们呢要质疑，那西方的也可以质疑，所以质疑本身这没毛病啊，完全可以质疑。所以我们要容忍这个西方唯史论的这个说法，对吧？当然我们要警惕这种反制啊，但是你不能因为为了防止反制，你就不让人说话，不让人质疑，这个是错误的。我们要抵制这种反制现象，反制宣传是要从自身做起，而不是制造一个温室，对吧？制造一个没有反制言论的社会。这样大家就不会被反制言论所影响。我觉得这叫治标不治本。什么叫治本呢？治本就是提高大家的这种逻辑思辨能力，起码的常识。当大众啊对这些系统性的提高了之后，他这些反制言论呢，自然就没有了市场，你也不需要跟他去做斗争，对吧？你也不需要有关部门去管他。所以如果大众的这个水平不能提高，大家都是，对吧，浑浑噩噩，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没有基本的这个逻辑能力，那你把这个西方唯史论的给它封了，它会出来个别的论。这个还是思想领域的这个交锋啊，这还算好的。如果不是这个思想领域的这种口水把它占据了，那你说那些电诈，对吧，杀猪盘他就来了，哎，对象也是这些人呢。所以你要让这些人沉浸在西方唯史论里面，他好歹他不被这个电诈，对吧，杀猪盘把他给抢走了。所以说啊，系统性的封这些西方唯史论，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慎重，也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犯法，违反了哪一条。网上啊有宣传西方唯史论的，那就应该允许，对吧？别人宣传正向的，允许辩论。当平台啊，当有关部门不再干预这个西方唯史论的传播，任由它发展，但是西方唯史论在网上的门口罗雀啊，没人相信。到这一天的时候啊，那就说明大家这个素质都提高了，根基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土壤，对吧，得到了改良，土壤发生变化了，就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所以说西方唯史论啊，客观上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反向去开启民智。在表面上看它是反制啊，但如果利用好了，大家多问一个为什么，实际上它也是，对吧，客观上起到了一个开启民智的作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